是姹紫嫣红杯，这普天之下唯此一只啊！这釉下青花，这釉上是五彩，鲜红色，美艳如雪呀；姹紫色，娇如赤子啊！你看它的胎釉，釉质肥腴，润如凝脂啊！你瞧它的纹饰，线条纤细，这填色柔和，只有大明成化瓷器，方能烧出如此天物啊！那是因为件件珍品，哎呀，皆为万贵妃之赏玩。是，道长，此宝款式可否一观呐？6字双行，方框楷书，字字都是成化皇帝亲手所书啊！住持有如此雅号，在下真是清静得很啊。不敢当，官场之人，赵大人这般识货的，也不多见。哎，货与实家，不知住持可否出让此杯？哦，价格方面自是住持说了算。这只杯子，凭你已然送人了。已然送人？不知转赠何人啊？已然是他的了。好，这个，宝物赠佳人，再好不过了。不知能否将这只杯子？老师，好有所赠，多少钱我都不好再卖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是我无缘。是我无缘呐！今日见了那么多宝贝，一件也没弄到手啊！早晚都会入我囊中。那个成瓷的杯子尤为可惜。到了那林姑娘手里。哎呀，过不了多久，她人都是我的，更不用说那杯子了。大人有此把握？皇上对我恩师以言辞申斥，下一步就不会是口头上说说，就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到那时候，赵府的人，赵府的财，都逃不出本官的手心了。赵大人毕竟是金堂大人的恩师，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大人恐怕会手下留情吧。这个真不好说。这一切都要看当今皇上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难道皇上有假意思？譬如今日，皇上对我恩师言辞申斥，可在宫里头，对我恩师的长女却是宠幸不衰。子生啊，你说皇上这申斥，你觉得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么一说，还真是不好说啊。所以子生啊，你跟着我要好生学着点儿。什么事情都一样，火候不到，不可造次。可那机会若是来了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叫“无毒不丈夫”。是。自从跟了大人，卑职的学问也长了许多。可今日最让卑职疑惑的是那位启玉主持，他如何会有成瓷，而且竟然赠于他人？我估摸着，他手上的成瓷，绝非仅此一件。若有机会，大人干脆把他一并收了。这位神仙妹妹的容貌同样是国色天香，与我那位私塾佳人比起来，确实是一点不差。收了他手上的成瓷也就一并归大人了。只要是好东西，入了本官的法眼，他就再也逃不掉了。老爷还没回来吗？回太太，没看到。哎呦，这么黑咕隆咚的，快照着点儿。是。
谁？快把灯点起来！是，快来人，把灯点起来！吓死我了！你坐在这儿，怎么也不点个灯啊？等你来，说个话。老爷要找我说话，派个丫鬟叫我便是啊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老爷想要说什么呀？李家的罪产案，恐怕就要发作起来了。不会吧？今日皇上下旨，斥我敷衍色泽。那笔罪产，若是再不如数偿还，下一步恐怕就不是传旨申斥这么简单了。那总不会把咱们这个家也给抄了吧？抄家还是好的，恐怕要像李家一样，不但抄家，还要卷口发卖，甚而流徙远江。从此以后，就家破人亡啊！老爷，你可别吓唬我。咱家闺女可还在宫里头，跟皇上好着呢。这个家如今还未被查抄，就靠蚯蚓在皇上跟前还能说上话。可咱颖儿的荣宠能帮咱们支撑多久，实在是未知之数啊。那老爷，你的意思是？尽速变卖家产，以免夜长梦多。那可是40万两银子呀！还上了他，咱这个家就毁了。如今也只能挽救一头啊！只要人还在，我们的家业还能复兴啊！啊！等等，让我想想。老爷的意思是，只要能偿还上这笔罪产，咱们这个家就没事了。若能还上这笔罪产，我还会着这个急吗？还有一个办法。你有能力偿还这笔罪产？我是没有这个能力。可是我的亲姐姐家是皇室巨商，她有这个能力呀。薛家虽说我姐夫不在了，可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薛家经商多年的积攒，应该够咱们填上李家罪产这个窟窿的。你是说薛家会帮咱们填这个窟窿？可咱没个真章程给他，就算是我的亲姐姐，她也不会管的。章程？你到底是要说什么？让咱家宝琴娶他家吴君。老爷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还是老祖宗留下的话，一定要让咱们家宝琴娶了嫔嫔。可老爷您想啊，嫔嫔进了咱们家这个门，除了她一个人，什么都带不来。吴君可就不一样了，我会说服我那亲姐姐，吴君要是嫁过来，薛家就要拿钱出来帮咱们赵家度过这个难关。那些钱算是吴君的嫁妆也好，算是先拆给咱们的借款也罢，总之这是这场婚姻的条件。薛家会同意这个？京师4大家族，赵李王薛原本是一损俱损，一荣俱荣，可是现在李家已然垮了，4大家族
就好像4根柱子折了一条，依然站不稳当了。若是我赵家再死掉，那薛王2家还能独活吗？我想，我那姐姐是懂这个道理的。再说，咱们不会白要她的钱的，只要过了这个坎儿，咱们2家连了姻缘，您再吵，薛家再伤，联起手来，还愁不能振兴吗？哎呀，我还真是没有想到你有这个见识。老爷，别看扁了我，我的本事还没使出来呢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还来呀？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妈，我就知道你会拿这话来堵心我。你问问你闺女，这府里呀，千头万绪多少事儿啊，我分不开身。哎，歌儿呢？亏你还提他，这一大早就带着人家那一家子郊游去了。哎，哥和嫂子和睦起来，倒也是件大好事啊。切，你还能不知道？那2口子好起来连着手气我，闹起来人脑子能打出猪脑子，所以他们爱哪儿哪儿去。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啊，妹妹今日来定是有事。让你给猜着了。君儿啊，我和你娘说点事儿。我原本啊是想先告诉你的，可到头来还是忍住了。这事儿啊，应当是你娘亲口说给你才对。姑娘，你怎么越走越慢呀？又不是赶庙会，着什么急？嘴上说的，二爷这几天没有消息了，你心里头比谁都急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这一会儿不就见到了吗？哎，这大白天的，关什么门呢？英哥，去敲门。嗯。哟，林姑娘啊，有事儿吗？我来看看宝琴。哟，这可真是不巧，太太出门去了。我来看宝琴，与太太不相干的。哎呦，这在姑娘那儿这事儿是不相干，可是在我这儿那就相干了。太太交代了，秦二爷正病着，不管是谁来看他，都得通禀太太知道。太太让去看了，这才能看。可今日太太不在家，我不得通禀。我说大娘，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啊？哎呦，英哥姑娘，要是能通融，我干嘛做这得罪人的事儿啊？可若是太太知道了，我这个下人竟是个背着太太自作主张的，那我可就死定了。到那时，哪个会来通融我呀？哎，算了，咱们回。走吧。君儿，又看书呢？妈，现在该告诉我了，姨娘都说了什么？是你的亲事，我同意了。我就知道。是宝琴吗？是，你姨娘是我的亲妹妹，她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没有一点瞒哄。我也知道你是喜欢宝琴的，而且她有那块宝玉，你有那只金锁，这金玉良缘，
早就有前定的。再说了，此番这门亲事，是他们来求咱们的。今儿真是好邪门啊！太太叫我，又在一个院里，还要周大娘亲自来引领，真是有劳你了。太太吩咐我这么着，我也只能这么着。哟，双儿也在这儿。二奶奶好，太太吩咐让我在这儿候着。还真是邪门啊！下面怎么着？还有什么新规矩？不敢，奶奶请。来，奶奶请。奶奶请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您请。太太叫我。你来了，坐吧。哎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我把宝琴的婚事定下来了。哟，谢天谢地，家里总算又有喜庆事儿了。一个呢，宝琴病着，办这个喜事，给她冲冲喜。二一个呢，君儿的那笔嫁妆，也能把李家最产那个大窟窿填补上。不是林姑娘啊？怎么会是她？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她能嫁过来。你们心里头那些念想，都是老总总说到的，什么秦儿、嫔儿如何如何，那是他的主意，不是我的。如今他死了，这个家做主的是我。是，我也不过就是问问嘛。你就不该这么问。我姓王，你也姓王，我是你姑妈，咱们才是真正的一家子，所以凡事你都该向着我才是。是。再说了，我磨破了嘴皮子，说服我那亲姐姐，先用君儿嫁妆的名义，把那笔最产窟窿给填补上，这是为了谁呀？还不是为了你。是，我知道这件事儿我有错。所以啊，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。宝琴的婚事，你还要多出力。好，让双儿也进来吧。请太太安。你也知道我对你的期许，待宝琴婚后，总会有你合适的地位。谢太太。这件事你怎么想？太太定下的事儿，原本没有奴才们插嘴的份儿，可太太既是问起，奴才也只好请教太太。照太太看上去，宝琴日常是和薛姑娘好，还是和林姑娘好呢？这个我自然晓得，他两个从小就在一起玩耍，宝琴自然是和林姑娘更亲近些了。太太的话很对，可他们俩到底好到什么程度，这就只有奴才才体会得最真切。如今太太给宝琴配了薛姑娘，依奴才看来，这才配的是。我也造化，可奴才要跟太太说的是，在宝琴的心里，是只有一个林姑娘的。如今若是和她说要娶薛姑娘，竟把林姑娘给撂开了，除非是她人事不知还可，若是稍明白些，只怕不但不能冲喜，竟是催命了。你这么一说，那该怎么办呀？奴才一时也没主张，总是要想个万全的法子才好。那就只有瞒住，首先就要瞒住宝琴，少不了得要用些手段。是。
快点快点啊，都别毛手毛脚的啊！哎好，来了。新房总要有，我看就凤丫头管着吧。把荣喜堂后身那一大跨所，有20多间房屋的那个院子收拾起来。婚后啊，他们2口子啊就住在那儿了。最要紧的是要让宝琴以为他娶的就是林姑娘，这样他就不会闹腾了。可这事儿更要紧的是要给我把他瞒糊住，哪个在大婚前透露出去，我不会饶了他的。哎，姑娘，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齐姐姐那儿。这姹紫嫣红杯，我要去还给她。哎，这个不是那天他给你的，你也收下了？那是因为我老师要买，我先收下来，只说是好友所赠，多少钱都不卖，他也就作罢了。可我如何能要齐姐姐这么贵重的珍宝？我跟姑娘一起去。走吧。哦，英哥，我忘了带手帕，你回去为我取来，我在这慢慢溜达着等你。好。凭什么打我？呀，这不是傻大姐吗？你好好的，为什么在这里伤心呢？林姑娘，你评评这个理儿，我不过就说错了一句话吧，我姐姐也犯不着打我呀。哪个是你姐姐呀？就是彩霞姐姐呀。你彩霞姐姐为什么打你呀？你说错了什么话了？还不是为秦二爷娶薛姑娘的事儿吗？哎呀，真可惜啊！这瓷片上的彩儿真好看。你跟我来。啊，好。你说，秦二爷要娶薛姑娘。彩霞姐为什么打你呢？我听他们是这样说的：老爷太太要给秦二爷娶薛姑娘，说是要给秦二爷冲什么喜。我呢，也不过到双儿姐姐那里说了一句，咱们这儿明儿更热闹了，又是薛姑娘，又是秦二奶奶，这可怎么叫才好呀？林姑娘，你说我这话害着彩霞姐姐什么了？正好被她听到，走过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，说我混说为了上头的话，要撵我出去。我哪里晓得上头为什么不叫言语啊？你们又没有告诉我，就打我。那你就别混说了，你再混说，叫人听见又要打你。是我听林姑娘的。
我过去啊！姑娘，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！秦二爷娶薛姑娘，秦二爷娶薛姑娘，秦二爷娶薛姑娘，秦二爷娶薛姑娘。不行，我要问问宝琴，我要去问他。哎，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啊，我刚才看姑娘在桥那边呢，姑娘到了这里，我也就跟到这里了。我打量你，也是来瞧宝琴的吧？不然怎么也在这里？可你既是来了，那就告诉我，宝琴到底在哪间房？幸亏我来了，要不然姑娘还不知道她住哪儿呢。秦二爷就住在这儿。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没有我的话，哪个放林姑娘进来的？林姑娘，双儿姐姐，宝琴在家吗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哼！夫人，夫人，在，她在，可是她。妹妹，我就知道是妹妹来了。我闻到妹妹身上的味道了。净说胡话，那么远，你就能闻到味道了？妹妹若是不信的话，那就再让我闻闻。就这个味儿，只有妹妹身上才有这个特别的味道。又耍疯癫了。他们都说你病了，究竟是个什么病？是因为妹妹我才生的病。姑娘，咱回家去歇歇了，啊？可不是，是到了回去的时候了。
秦兄弟，秦兄弟大喜，老爷已经择了吉日，要给你娶亲了，你喜不喜欢？给你娶林妹妹好不好？老爷说了，你若是好好的，便给你娶；你若是还那么傻，便不给你娶了。我不傻，你才傻呢！我现在就去瞧林妹妹，让她放心。林妹妹她已然知道了，她如今是要做新娘子了，自然是害羞，不肯见你。我若娶过来，她是见我或是不见？你若是好好的，她自然便见你；你若还是这样疯疯傻傻的，她便不再见你了。我有一颗心，方才已经交给林妹妹了。她若是来的话，横竖会给我带回来，还放回我肚子里头。好，你的话我记住了，我会告诉他的。你就乖乖的等着他，好吗？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快坐下，坐下。雪夜，雪夜，你快出来呀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走，快进去。姑娘，慢点，慢点。来。姑娘，你俩哭什么呀？是方才姑娘去了太太那儿，回来之后身子就不大好了，唬得我们没了主意，所以就哭了。放心，我哪里就能够死呢？姑娘，天哪！我在这守着，你快去东花院告诉太太知道，快点儿！是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太太，小心！太太，太太，好了，我都知道了。林姑娘这个病啊，也不是1天2天了。不是我咒她，恐怕难好。咱们家里呢，这些天正有大事儿，全都慌慌忙忙的照顾她一个，恐怕也不能够。雪雁呀，我知道你是个懂事儿的丫头，过些日子啊，我府上有事情要你帮忙，你只要做得好，我自会赏你。是，谢谢太太。林姑娘这个病我知道，根儿上啊就是心病。咱们这种人家，别的事儿也就罢了，女孩家这等心病是断断有不得的。林姑娘若不是这个病呢，我平花多少钱都使得。若是我说的这个病，不但治不好，我也没心肠管了。哎呦，太太，林姑娘的事啊，太太就不必费心了。我这就跟雪雁去看看林姑娘啊。走。是。
大夫，他的情况怎么样？还不妨事，这是郁积伤肝，肝不脏血，所以神气不定。如今要用敛阴止血的药，方可望好。我开个方子就是了。哦，那就有劳大夫了。客气客气。走好。下去吧。妹妹，好些了吗？凤姐姐，你来了。我的好妹妹，好生养着吧。刚才大夫看过了说，没事儿的，跟从前一样，吃2副药也就好了。好好照顾她。是。林姑娘，英哥姐，太太让我去那边一趟。林姑娘病成这样，太太又不是不知道，如何会让你过去？是真的，确实太太要雪雁过去一趟，说是有要事要她办。这也真是奇怪了，太太那边那么多人伺候着，发生了什么大事啊？非要雪雁过去？去多久啊？这儿就我一个人，忙不过来的。主子说过的话，咱们做奴才的不敢不听；主子没说过的话，我也不会知道。雪姑娘，咱们走吧。英哥姐，你没听见啊？主子说过的话，谁敢不听啊？你过去，好生跟太太说说这边的情况。如果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就赶紧回来，啊！我晓得了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起来干嘛呀？啊，去，开始了，就要开始了。哎，姑娘，啊，姑娘，姑娘。起来，快点，快！儿啊，你这就要上花轿了，妈这心里头反倒不踏实了。妈，过几日女儿就会回门，您不必担心。家不比从前了，我是怕你嫁了过去，从此会享不到福，只有吃苦，那我可就心疼死了。妈，女儿是嫁入赵家，可女儿更是嫁给宝琴啊。若真的有那一天，赵家真的遭了难，女儿有幸在宝琴身边，自己能多出一份力，让她少吃一点苦，那女儿的心里头倒是甜的。